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我儲咗好多年嘅舊教科書。咁啊講真啦，呢一紮教科書咧，其實比我年紀仲老，因為咧有成60-70年嘅啦。咁啊先同大家介紹呢一本咧《自然常識》，小學2年級上學期。咁佢嗰個年份咧就係1960年7月。1960年7月，即係距離今日咧係66年啦。到底66年前小學2年班嘅同學係教啲乜嘢嘅咧？自然常識同大家分享下。咁啊有關於種菜啦，好靚喎！其實而家睇翻即係60幾年前嘅書係彩色嘅，已經係彩色噶啦嚇。咁啊關於蔬菜啊、海水同鹽啊，而另外有一個篇章咧，我覺得非常有趣。對於今日嚟講，如果你未接觸過嘅話咧，其實都係一個新知識嚟嘅。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就覺得好熟悉啦。就係播音劇，即係廣播劇裏面點樣做一啲聲效出嚟。咁呢一課咧就叫做耳音啊。咁咧佢話播音台的廣播劇或者舞台的演戲，常聽到火車、汽船、跑馬、下雨的聲音，這是用其他東西假造的，叫做兒音。我們也來試試吧。哇！本書真係教你點樣去做呢啲聲效喎。咁我可以俾大家睇下嘅就係，原來咧做青蛙，即係你或者夾拐嗰啲呱呱聲咧，唔係話你捉隻青蛙翻嚟佢就叫噶嘛，係用乜嘢嘅咧？用兩個貝殼嗰個面咧刮出嚟咧，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青蛙聲效。咁至於一隻馬，佢行路係點嘅咧？原來揾一個木箱仔裝咗啲草，然後跟住咧揾個碗喺上面咧，即係模仿佢行嘅時候，即係有啲草聲咧，係真係做到出嚟嘅喎。呢本書原來連當時即係好興嘅廣播劇啊，點樣做音效咧，都介紹俾啲小朋友，所以令到咧自然常識咧係非常之有趣嘅。嗱，咁啊到年紀大啲啦，小學6年級上學期嘅自然課本係點嘅咧？咁咧就黑白噶啦。但係呢個係咩年份先？哇！再早啲，1952年。咁同埋咧，我覺得儲呢啲嘅教科書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因為呢啲教科書係二手噶嘛。咁你可以睇到當年咧，即係揸住呢本書嘅小朋友咧，佢到底係點樣對待呢本書啦？我以前咧好中意畫公仔嘅，咁但係似乎呢本書咧，小朋友咧佢又好有心機喎，將嗰啲黑白嘅圖咧就油晒顏色。咦，證明呢個同學佢上堂都好專心去油顏色喎，唔知佢讀書讀成點呢？哇！呢課仲精彩，唔單止咧教埋電報嘅原理，喺隔離咧仲教埋你點樣親自去做一架電報機喎。小學6年班啫喎。飛機呢一課咧講得仲詳細，由構造啦、升力原理啦，仲有模型製作實踐理論。60年前細蚊仔已經親手體驗飛行秘密咯。係咪好勁咧？至於小學咧，仲有一科咧，而家今日冇咗嘅咧，就叫做尺讀啊。尺讀係乜嘢嘢咧？就係教你點樣寫書信。咁啊，不如即管睇下啦。小學5年班佢哋學乜嘢嘢？寫信咧，原來係分尊卑嘅。俾哥哥叔父就係叫做上哥哥，上叔父就係即係遞上去咁解啦。至於再即係親啲噶啦，係你嘅長輩啦，母親咧就係稟母親、稟祖父。至於俾同學咧就係致同學，即係因為大家係平輩啊嘛。咁然後跟住如果係細過你嘅咧，就叫做給表弟，即係俾表弟，好分尊卑啊。至於小學6年級嘅尺讀咧，哇，大開眼界，因為係教文言文嘅。致校友，徵贈貧童物品，諸位學長先生大鑑，敬啟者，光陰荏苒，轉信將屆兒童節，本區街坊福利會發起於是日招待貧童，分贈物品，現正分向坊眾展開徵募運動，用特函請隨意捐贈，回轉或電話通知，當即趨前拜領，專此奉懇並重。時期，哇！我都寫唔出啦。儲呢啲舊教科書咧，有趣嘅地方就係佢保留翻當年嘅精神面貌啦，同埋香港嘅一啲嘅歷史啦。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咧，就係
因為呢啲書已經60-70年啦。回想下，曾經揸住呢本書嘅小朋友，今日可能係70-80歲，或者唔喺度咯。聽落咧有少少毛管戙，但係個感覺咧好特別。不過咧最有趣嘅就係佢哋留下咗一啲嘅筆跡啊。到底當時佢哋上堂專唔專心咧？佢寫過啲乜嘢嘢咧？似乎咧好得意嘅，好似隔世一個對話咁。呢個咧正正係儲舊書最有趣嘅地方。